實講，要到幾多歲開始至唔信世界上嘅聖誕老人呢？你哋咁無聊嘅話題，對我嚟講根本就唔關我事。不過講到我由幾多歲開始至唔信嗰個着住紅衫嘅阿伯就係聖誕老人，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你知，我由一開始就已經唔信啦。我就只係信春節財神。我知道嗰個喺幼稚園聖誕 party 度出現嘅聖誕老人係假嘅，就算我冇親眼撞見阿媽喺度錫聖誕老人啊，但係醒目嘅我早就已經懷疑呢個聖誕節先開工嘅阿伯究竟係咪真係存在啦。不過嗰啲咩外星人啊、未來人啊、幽靈妖怪啊、超能力者啊、邪惡組織啊咁，仲有同佢哋戰鬥嘅特攝動畫裏面嘅英雄，我都係過咗好耐先至發現，原來佢哋根本就唔存在喺呢個世界上噶嘛。唔係，其實我早就發現噶啦，只係我一直都唔想承認咁話啫。哎呀，你又嚟咯，成日講啲唔知乜嘢夢想，唔去翻學啊！我內心深處其實係好渴望嗰啲外星人啊、未來人啊、幽靈妖怪啊、超能力者啊，仲有嗰啲邪惡組織會嘭一聲咁出現喺我眼前。只不過現實就係出乎意料咁殘酷。我一邊驚嘆世界嘅物理法則有幾咁偉大，慢慢我就開始唔再熱衷睇電視嗰啲 UFO 特輯同埋靈異節目。外星人、未來人、超能力者，邊會有先得噶？不過我又幾希望佢哋真係存在噶，我個心好似計緊現實同幻想嘅 HCF 咁，唔經唔覺我大個仔。不過講真，如果真係有啲怪事發生，例如樓下便利店突然出現外星人買奶茶，我都希望自己會遇到嗰單，至少咁樣人生都多啲劇情，少啲供樓壓力啦。到咗我初中畢業嘅時候，我呢種細路仔時代嘅幻想已經不嚴，亦都逐漸習慣咗呢個平凡嘅世界。我就係咁做咗高中生，冇咩遺憾啊！直到有一日我遇到佢。我喺東國中學畢業，叫涼宮春日。我對普通嘅人類一啲興趣都冇。你哋當中有外星人、未來人、異世界嘅人或者超能力者嘅話，咁你哋就即管嚟揾我啦。係咁多。佢喺度搏出位啊！一令個原來個超級靚女。你哋兩個相遇嗰刻，全世界都靜止咗，因為大家都唔知笑定喊好。我諗係人都會當佢喺度講笑，但係就結果嚟睇，佢呢啲唔係搏出位，亦都唔係搞笑。春日無論幾時都係咁認真。我哋兩個就係咁樣相遇。睇細個信外星人，大個信愛情，結果兩個都撲街。如果你都仲信奇蹟，就記得 like 同留言，唔信都唔緊要，關注亂屌河馬，我保證下集繼續離晒譜。